情气候对阿嬷做伙唱歌戏，感觉真趣味。这是草屯镇艺术社区安排活动，让少年人会使亲近台湾的传统戏曲。穿的时候有很多有莲花指跟男生的首饰可以做，觉得非常有趣。我们可以来拍照跟玩游戏，还能揉面团。我觉得最好玩的是揉面团，对啊，很难揉，但是很舒服。除了歌仔戏的文化，安排囡仔家己做蚵仔粿，感受传统美食的制作，嘛希望会当继续传承。这小朋友若无安尼甲教吼，无惊无人会晓做安尼啦。做粿啊，然后还有做牛轧饼啊，然后就一起老幼共学这样。其实就是年代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隔阂，但是在这里的话，就是看到他们一起做事，然后又一起开心这样。甲市大人的手艺和文化继续传承，嘛希望让社区的产业愈做愈好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